就係咯，我哋會唔會出現呢個情況啊？我哋呢啲全部都係正常核酸噶，入邊嗰啲人每次驗親係幾千人咁驗噶，呢頭驗完嗰頭個結果就話俾你聽，係你陰性啊咁樣，10分鐘噶，你有冇見過10分鐘驗得出結果嘅核酸啊？皇馬單管都冇咁快啊！即係佢呢啲核酸嗰啲試管啊，10分鐘出係乜嘢咧？基本上係唔使攞翻醫院嘅，當場就幫你 check 得到噶啦。佢哋排隊做核酸，今日仲搞笑，聽見佢哋入邊話一條龍，大概100零人、100零200人喺度做核酸啊！你知唔知啊？做完核酸之後，翻入去有綠嘅、有黃嘅、有紅嘅，一條核酸隊唔係話全部統一個，大家出嚟個結果係有唔同顏色噶，你話幾搞笑啊？仲要佢哋係附近同一等樓、同一條街，啲人一齊落去做噶，每家每戶啲顏色都唔一樣噶。你話啲核酸公司唔係點解而家諗啊嘛？突然間政府會叫停啲核酸點收費啊、整治啊咁樣，唔知話鄭州連邊度都爆咗大鑊啦，有班人俾人拉 Q 咗啦，亂報數據啊，已經係去到。而家睇翻人哋講得啱嘅，整件事落嚟，你睇個最大受益者係邊個，你就知呢件事問題出自喺邊。成件呢個咁嘅疫情，成咁大件事嚟講嘅話，唯一受益者就係驗核酸嗰啲醫藥公司。點講咧？其實佢就唔至於話去到即係放毒或者投毒啦。但係你諗下，如果佢驗咗一個人係有嘅，又或者驗咗一個紅碼出嚟嘅，佢唔上報，佢報你陰性，即係佢改數據就咁報你陰性，你個紅碼自然就會惹其他人噶啦。呢啲我覺得你必須要同村政府先搞得起嘅，一間核酸公司係搞唔起嘅，因為你批准得入去驗核酸嘅，一定係同村有分成先會俾你入去嘅。因為入邊啲村委又係咁嘅，你唔分成俾佢，佢根本唔會俾你喺入邊搞。咁如果你要同佢分成嘅情況下，你諗下，佢再做手腳，村委多多少少都知道啦。我都係嗰句啦，韞住30幾萬人入邊，每日出嚟排隊做核酸，你諗下呢條數。係啊，玩下手你都冇得放張紙巾啊！因為本身呢啲係輕症，佢肯定研究過有冇問題。咁啊，自己攋咗症，自己跑入去開學村，去完呢度食飯，去嗰度住飯，住幾日搞成。直情搵個人啊，人肉炸彈衝入去啊！反正你都輕症啫嘛，咁佢搞完出嚟咪發燒感冒7日好翻，但係入邊就爆啦。係啊，而家個個都躺平啊，都唔知點搞。我哋話頭錢又搵唔到，後尾又就係坐喺屋企。我都話啦，人哋講得冇錯啊，睇一件事，睇清真正嗰個原因，你睇最大受益者係邊個，你就知道件事係點樣由嚟。你話唔關核酸公司事，我真係唔實信。我都話啦，求其搵個人入去，你就算唔投毒都好啦。我調翻轉咁講，就算入邊係有人中招都好啦。如果入邊有人中招，佢明知呢個係一個金礦嚟嘅，有人紅碼，佢唔實你爆緊噶，即係始終都會爆發噶。只要 check 到一個確診，佢唔鳩你，佢再蔓延多幾日，由佢蔓延多幾日，咁同村委嗰啲傾好先，傾好之後開始入去驗，已經周圍都係。佢係連續，你諗下佢連續驗咗20日。困住咗將近30-40萬人喺入邊，每驗20日喎，你諗下嗰條數。